周總理盛讚嘅中國巾幗英雄第一人就係我哋廣東人冼英。1500年前，佢出生於廣東茂名，黎族女首領。佢收復脫離中央600年嘅海南島，回歸祖國懷抱。佢帶頭同漢人結婚，促進少數民族同漢族大融合。為咗避免戰爭，保百姓平安，歷經梁陳隋3代，佢都冇稱王，被稱為嶺南聖母。冼太夫人嘅故事而家有得睇啦，由廣東粵劇院同珠影集團出品嘅《朝國夫人》7月5號上映。我琴日睇咗首映禮啊，呢出電影最大嘅亮點就係演員講對白都係用唱粵劇嘅方式唱出嚟嘅。嗱，粵語係保留咗1500年前古漢語嘅聲調，啱好就係冼夫人所處嘅嗰個時代嘅發音，而且現代粵語嘅用詞都仲係用緊古代詞嘅。衣服叫做衫，吃飯叫食，喝水叫飲。所以粵劇演員做古裝戲十足十古代人講嘢咁。中意粵語文化嘅你，快啲嚟撐場啦！